繼續世界盃歐洲區外圍賽，今日去到11月17號星期一，比賽進入關鍵階段。呢集我會分析4場重點賽事：德國對斯洛伐克、黑山對克羅地亞、馬爾卡對波蘭，同埋北愛爾蘭對盧森堡。呢幾場比賽喺18號凌晨舉行。我會用 FIFA 排名、小組位置、XG 數據、狀態趨勢同最新統計嚟解釋每個預測。再次提醒大家投注前要自己評估風險。大家好，我係包 Sir， 喺澳門從事咗20年同足球博彩有關嘅工作，主要負責分析賽事、坐盤同落注，累積咗豐富嘅數據分析經驗同心得。而家退休，我會透過呢個頻道分享專業分析，幫助大家用數據精明投注，爭取穩定盈利。記住，投注有風險，只落負擔得起嘅錢。快啲訂閱頻道，一齊用數據贏錢。先嚟第一場，德國對斯洛伐克 A 組，11月18號香港時間凌晨3點45分，喺德國主場進行。德國目前小組排名第一，5場比賽4勝1負，積分已經有12分，入10球失3球。佢哋喺外圍賽開局輸俾斯洛伐克2-0之後，連贏4場，包括對北愛爾蘭同盧森堡嘅大勝。狀態趨勢顯示，德國主場防守穩固。最近5場主場比賽只係失2球，平均 XG 值達 2.5 以上，進攻效率高。斯洛伐克排小組第二，5場4勝1負，同樣12分積分。佢哋客場表現一般，平均 XG 只有 1.2， 失球率達每場 1.2 球。數據顯示，德國最近4場外圍賽入10球失3球，防守改善明顯，平均射門次數達15次。射正率達到 45%。斯洛伐克雖然上場贏1-0俾北愛爾蘭，但客場對強隊時失球機率高達 70%。我分析認為，德國主場優勢大，教練強調控球同快速反擊，預計會早早控制賽事。斯洛伐克防守陣營可能收緊，但面對德國嘅攻擊線難以堅持，預測德國勝。詳細嚟講，德國嘅 XG 數據喺呢組外圍賽中領先，平均每場產生 2.8 XG， 而對手只有 0.9 XG。之前對盧森堡，德國產生 3.2 XG， 只失 0.4 XG， 結果2-0勝。斯洛伐克客場狀態趨勢顯示，佢哋平均控球率只有 42%， 容易俾主隊壓制。歷史數據顯示，德國喺主場對中游球隊嘅勝率達 85%， 失球少於1球嘅機率達 60%。總結嚟講，呢場比賽嘅關鍵係德國嘅主場優勢同進攻深度，預計上半場就可能破門，全場控制局面。投注時，大家可以考慮德國上半場贏加全場贏。投注建議德國主場贏面高，而斯洛伐克客場冇大勝紀錄。基於數據趨勢，德國被低估咗防守實力，預計唔會俾對手入球。波膽2-0同3-0係呢場最值投注嘅選擇。轉嚟第二場，黑山對克羅地亞 L 組，11月18號香港時間凌晨3點45分，喺黑山主場進行。黑山目前小組排名第4，佢哋狀態趨勢一般，平均 XG 只有 0.8， 防守失球多，平均每場失 2.8 球。克羅地亞小組第一，佢哋客場強勢，平均 XG 達 2.5， 入球效率高。數據顯示，黑山主場雖然有一定防守，但對強隊時輸多贏少。最近3場主場外圍賽只入2球失6球。克羅地亞最近5場外圍賽入15球失2球。狀態穩定，控球率高，預測都係克羅地亞勝。詳細嚟講，黑山嘅防守問題主要體現喺失球數據，平均每場俾對手產生 2.0 個 XG， 失球頻繁，死球防守弱。最近5場失咗4球嚟自角球或者自由球。克羅地亞進攻多樣化，上場對法羅群島產生 3.5 個 XG， 入4球。狀態趨勢顯示，克羅地亞喺外圍賽中控球率達 62%。射門次數平均17次，射正率 48%。黑山雖然主場有優勢，但係經驗不足，對克羅地亞嘅中場壓制難以應付。歷史數據顯示，克羅地亞對弱隊嘅客場勝率達 75%， 平均入 2.2 球。預計賽事會喺上半場就產生入球。克羅地亞早破門後，黑山可能嘗試反擊，但暴露更多漏洞。總結嚟講，克羅地亞嘅整體實力差距明顯，預計會係一場控場式勝利。投注建議克羅地亞客場贏面高，而黑山防守漏洞多，
基於數據趨勢，克羅地亞被評為大熱，但勝率穩定，預計唔會俾對手入球。波膽0-2同0-3可以支持。跟住仲會講多2場，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新頻道。我會喺每個投注日更新足球預測，希望大家支持。撳掣訂閱頻道，我會定時 update 好嘅預測俾大家。之後到第3場，馬爾區對波蘭。G 組11月18號香港時間凌晨3點45分喺馬爾區主場進行。馬爾區小組排名第4，佢哋最近狀態有微升，但整體弱勢，平均 XG 只有0.5，失球率2.7。波蘭小組第2，積分14分，客場表現可靠，平均 XG 有1.9。數據顯示，馬爾區主場防守努力，但對強隊時失球多，最近4場主場失9球。波蘭最近5場入10球失5球，進攻穩定，預測波蘭勝。馬爾區雖然主場有抵抗，但面對波蘭嘅進攻體系難以持久。歷史數據顯示，波蘭對低排名球隊嘅勝率達80%，失球少於1球嘅機率高。預計賽事會傾向低入球，但波蘭主導局面，早喺上半場可能破門。由於兩隊實力差距大，波蘭基於數據優勢，預計會有效率地取勝，控制失球風險。投注建議，呢一場波蘭贏面高，而馬爾區防守唔夠班，呢場估計客隊波蘭勝出。最後一場北愛爾蘭對盧森堡。A 組11月18號香港時間凌晨3點45分喺北愛爾蘭主場進行。北愛爾蘭小組第3，積分6分，狀態趨勢穩定，主場強勢，平均 XG 有1.4。盧森堡小組第4，一分都冇，連輸5場。平均 XG 0.6，數據顯示北愛爾蘭主場勝率高，最近3場主場贏，2場失1球。盧森堡客場弱勢，失球多，平均每場失2.4球，預測一定北愛爾蘭勝。詳細啲講，北愛爾蘭最主要嘅特點係防守可靠，主場失球少，平均0.8球。盧森堡客場狀態趨勢差，控球率低，只有38%。射門次數平均6次，今場估計作客嘅盧森堡未必過到半場。投注建議北愛爾蘭主場贏面高，而盧森堡連敗狀態，估計都係1球都入唔到。波膽1-0同2-0係呢場最值投注嘅選擇，大家亦可以考慮入球2.5細，都應該比較穩陣。以上就係呢4場賽事嘅分析，都基於最新數據同趨勢。記得 like 同訂閱頻道，留言討論你哋嘅預測，一齊用數據贏錢。下一集見，祝大家好運。